各位時代觀景嘅朋友，大家好。嚟到2025年嘅3月份，我想為大家介紹一本 Jack Ellul 嘅書吓。呢本書呢個名叫做《The Meaning of the City》，The Meaning of the City，城市嘅意義吓，城市嘅意義。點解揀呢一本書呢？咁因為我哋無可避免都生活喺一座城市裏邊，而香港過去幾十年嘅歷史，好多人都有一個經歷，就係要選擇係咪留喺一個城市裏邊，要選擇係咪去到另一個城市裏邊。咁到底一個城市對於我哋作為人，作為基督徒，嗰個意義喺邊度呢？我哋如何衡量我哋活喺一個城市裏邊嗰個生命有冇價值？我哋所做嘅一切建設，我哋所付出嘅努力吓，係咪有成果嘅咧？係咪有持久嘅價值嘅咧？尤其是喺上帝嘅眼中，喺屬靈嘅角度去睇，係咪真係值得我哋為之打拼嘅咧？好，就係帶住一個咁樣嘅問題，我哋嚟到去睇 Jack Ellul 嘅呢一本書。Ellul 係我過去都介紹過佢嘅著作啦。佢係法國好出名嘅社會學家，亦都係神學家吓。咁呢一本書咧吓，即係嗱，佢個著作如果明白佢嘅即係著作嗰個歷史嘅咧，都會知道咧，佢係寫一本社會學嘅批判嘅巨著，跟住佢會寫一本神學嘅著作，從信仰嘅角度、聖經嘅角度嚟到提供一個相對應嘅觀點。咁呢個 The Meaning of the City 呢，係佢從神學角度、信仰角度去寫聖經嘅啟示，點樣講城市呢？咁佢相對應佢自己寫嘅社會學著作呢，就係 The Technological Society 吓。The Technological Society 啊，即係所謂科技社會咧，係佢一本即係你可以話佢係最重要嘅著作之一啊，亦都係佢即係流傳後世，俾人引述得最多啊、最廣泛嘅著作。佢係喺寫二戰後嘅西方社會嗰個急速嘅經濟崛起、科技迅速嘅發展，而人類係相信透過科技，呢個科技係廣義嘅科技。包括一切科學啊、技術啊，包括現代化、先進化各種所有嘅 technique 即係所有嘅技巧即係都涵蓋喺裏邊。而人類相信通過咁樣嘅科技嘅進步發展係能夠喺地上面咧係建立一個即係理想嘅國度一個美好嘅生活。咁而《Technological Society》呢本書咧，係一個極具批判性嘅著作，係去透視喺呢個即係西方現代社會嘅種種貌似美好嘅建設背後其實係隱藏住好多嘅壓榨、剝削、不平等，令人其實係失去自由，亦都係失去咗即係倫理關係嘅真愛等等。咁Meaning of the City 呢即係呢一本著作咧，佢嗰個結構咧係好簡單嘅啫。佢總共有6章第一章咧就係講主要係講創世記出埃及記，即係以色列人先祖嘅歷史人類始祖嘅，即係由第一代最起初嘅城市建設者就係該隱，跟住之後係寧錄，跟住就係巴別然後跟住講到以色列王國嘅即係各個朝代嘅君王嘅城市建設。咁當然中間仲有喺埃及做奴隸嗰段時間，亦都被為法老王嚟到去做城市建設咁呢
呢一部分嘅即係歷史啊，吓，即係到底為希伯來人喺佢哋嘅民族基因裏邊，城市建設係帶有點樣嘅屬靈嘅含義咧？咁吓，第二章咧吓就特別講到，即係喺舊約聖經裏邊咧，有好重要嘅即係城市嘅技術。咁啊，當然係包括被毀滅嘅所多瑪城啦。一度係全民悔改或者拯救嘅尼尼微城啦，吓，咁啊，仲有其他即係著名嘅城市故事。咁啊，第三章咧就講到漫長嘅等待啊，對，等待彌賽亞嘅來臨。第四章咧就係集中講耶穌，即係當然離唔開就係耶穌傳道足跡所及嘅城市啦，同埋耶路撒冷啊，耶穌同耶路撒冷嘅關係。去到第五章咧，第五章叫做 True Horizon。第五章係一個理論嘅總結嚇，咁咧就係將佢對整個城市嘅睇法嚇，即係從屬靈嘅角度睇，從上帝聖言啟示嘅角度去睇城市係咩一回事。咁啊，跟住咧第六章咧就係講啟示錄第21章所顯示嘅，即係喺終末嚇，喺世界結束嘅時候。即係從天而降嘅嗰個新嘅聖城啊，新耶路撒冷。咁啊，黃金街碧玉樹，誒黃金街碧玉城，生命樹活水河啊！呢個係啟示錄所彰顯嘅嗰個新耶路撒冷。咁亦都係去逐一拆解呢一個新耶路撒冷嘅各種嘅象徵符號啊，譬如四方係乜嘢？點解有12個？全部都有好多12嘅數字啊！12個門啊，12個根基啊，仲有12種寶石啊，等等啊。咁呢個咧就係扼要介紹咗《The Meaning of the City》呢本書嗰個結構。咁啊，跟住我哋扼要講一講咧，就係幾個重點。第一個咧就係由以色列人，即係佢哋喺聖經所顯示嘅，即係記載裏邊對城市嘅技術，亦都認為無論你睇該人建造城市嘅目的，好清楚，因為佢俾上帝驅逐，即係離開咗呢一個伊甸園，佢殺咗佢細佬亞伯，上帝懲罰佢，佢終生要漂流，要勞碌，佢害怕俾人殺害。雖然上帝俾咗一個印記作為保護，但係佢覺得唔足夠，佢要尋求安全感，佢要想安頓下來，佢喺一個漂流之地想安頓下來，佢要為自己建造一個城市，一方面係為令佢感覺到安全，係我嚟取代伊甸園，我嚟取代上帝，並且佢以自己嘅兒子嘅名嚟到名呢個城市，好明顯，佢用呢個方式讓自己嘅生命係可以延續下去，留名於後世，留名於後世。所以從該隱嗰個建造城市，我哋可以睇到嗰個屬靈嘅含義係非常清楚，就係人喺墮落之後，喺受到咒詛同上帝分離，係要以城市建設嚟到作為一種挽回，作為一種替代，作為一種取代上帝。跟住講到06啊，上古嘅英雄，上帝眼中英勇嘅獵戶，佢建造咗幾個即係大城，包括尼尼微城，而為人所知嘅就係呢啲大城，似乎人要延續自己嘅生命，
光輝，人要用自己嘅名活下去，就係通過打造嘅城市。去到巴別係城市建設嘅高峰，巴別唔單純係一個塔，佢嘅巴別呢個計劃，The Babel Project，代表嘅係人類嘅野心，志比天高，要打造一個強勢嘅民族，要建立一個強大嘅城市嘅族群，係可以同上帝比肩。喺上帝眼中，呢個係一個錯誤嘅事情。上帝認為咁樣唔能夠為人類帶嚟真正嘅幸福。上帝變亂口音，造成混亂，於是建造停止咗，啲人開始四散。而都認為重點唔係在於嗰個語言嘅分裂，重點係混亂。人同人之間冇辦法真誠地溝通，冇辦法真正地互相理解。呢個係巴別落敗、巴別破落嗰個重要嘅含義。唔同語言都可以溝通，可以你學我嘅語言，我學你嘅語言。你睇下後來喺耶路撒冷，基督嘅福音傳開，各種語言都可以講得到。語言唔係必然嘅障礙，真正障礙係人冇辦法互相理解，人唔能夠相互去尊重、真誠地去溝通理解，呢個先係混亂嘅根由。而因為咁，巴別係注定失敗。喺埃及嘅時候，以色列人學習，被逼去學習，去建造大城。但呢個大城唔係為咗佢哋嘅幸福，而係我哋為法老王儲存糧食。即係喺以色列人個記憶裏邊，城市嘅建設一嚿磚一嚿磚砌上去，係代表乜嘢啊？勞役、失去自由、痛苦。後來佢哋喺曠野漂流，終於獲准進入迦南，但係唔係去建造自己嘅城市，而係去佔取、去住喺人哋所建嘅城市裏邊。跟住，而都講到喺以色列嘅帝國吓，即係佢有王國嘅之後，歷代嘅君王嘅城市建設，撒母耳記同埋列王紀對於城市建設呢着墨唔多，但係歷代志補充咗呢一個空白。歷代志對每一代嘅君王嘅成建似乎都有着墨，但係絕大多數係負面嘅。當嗰啲上帝眼中認為背叛嘅唔好嘅君王，佢哋離棄上帝去拜偶像，並且帶領民眾離棄上帝去拜偶像，而佢哋點樣鞏固自己嘅權力，點樣擴張自己地上嘅王國，就係通過外交同其他鄰邦去連結，並且對內就係起多啲城市，以為多啲城市個國家就會更加安全、更加強大。亦都喺對舊約聖經一路嘅敘述詮釋所得出嚟嘅觀察，人類嘅城市建設，包括上帝選民嘅城市建設，嗰個屬靈嘅含義都係負面。咁係咪表示城市真係一無是處呢？城市嘅生活係真係邪惡嘅呢？城市建設係咪注定係錯誤失敗嘅呢？亦都喺度提出一個觀點啊，係一個辯證嘅觀點。亦都其實好了解人類社會，佢係一個社會學家，所以佢完全明白人類係離唔開城市。佢亦都知道，佢亦都承認城市建設有佢美好嘅重要嘅一面。譬如講
文學，講知識，講學術吓。呢偉大嘅作家、偉大嘅學者都離唔開城市嘅，因為城市裏邊好多人聚居一齊，思想有碰撞，有交流。好多時候，偉大嘅作品就係咁樣產生。咁所以，而都完全明白，城市係人類文明發展嘅成果。佢甚至睇人類手所作嘅功，最大嘅、最重要嘅、最成果彰顯嘅，就係城市。The greatest work of man is the city，就係人最大嘅建設成果就係城市。佢完全知道呢一點，佢亦都承認呢一點。但係佢要指出，由於人嘅墮落，由於邪惡勢力仍然主宰住呢個世界，係基督已經降臨，並且喺十字架上面戰勝咗罪惡同死亡。但係直到基督再臨之前，人類仍然活喺邪惡主宰嘅世界裏邊。所以使徒保羅都話：我哋要對抗嘅係地上有權勢嘅，同埋空中掌權嘅，罪同死嘅權勢仍然主宰住人類社會。所以而都睇到，無論我哋嘅出發點係幾咁純正、幾咁良善、幾咁美好，我哋做出嚟嘅成果仍然不免俾邪惡利用。最明顯嘅例子係核子科學嘅研究。科學家嘅出發點係想去破解宇宙嘅奧秘，係想製造一種新嘅能量，但係俾政權利用咗，成為原子彈、核子彈，成為咗大殺傷嘅武器。同樣，我哋建造城市係為咗為人類帶嚟安全感，係帶嚟社群嘅生活，係帶嚟美好嘅發展同追求。但係我哋無可避免地參與係對環境嘅剝削、破壞，對低下階層嘅壓榨，對人嘅奴役。我哋追求喺高樓大廈裏邊有私隱、有安全，我哋無可避免地失去咗喺鄉村社會裏邊所有嗰種倫理嘅，每一個人都認識每一個人，每一個人都關心周圍嘅環境，而人與人之間最重要嘅係親情，係友愛。呢啲嘅生活我哋失去咗。我哋活喺大城市裏邊，係我哋享受其中嘅舒適、各種嘅進步、文明、方便，但係我哋都無可避免地參與喺嗰個破壞、剝削、壓榨、犧牲、被奴役裏邊，而都睇到呢一個係無可避免。呢個就係點解聖經不斷去批判城市，係要讓我哋警醒，讓我哋明白到喺地上面去建立天國係不切實際。無論我哋幾咁努力，我哋係唔可能將伊甸園重新建設翻出嚟。咁我哋點樣喺現代城市裏面生活呢？亦都提出兩個好現實嘅忠告。咁第一個呢，係態度方面，都話我哋要為活喺罪惡權勢所主宰嘅城市生活、現代文明裏邊，我哋知道呢一個現實，我哋接納呢一個現實，好似傳道書所講嘅啊，即係你嘅手所作嘅工，你就努力去完成，吃喝快樂，因為走向陰間係呢一切都會失去。我哋就用一個咁現實嘅態度嚟到面對上帝所俾我哋嘅現實世界，但係亦都提議我哋要為呢一種生活注入一個幽默嘅態度 （humor）。
個意思係乜嘢呢？就係話，儘管我哋明白到嗰個現實嘅悲觀嘅一面，就係我哋不可能喺地上建立天國，我哋唔可能有一個理想嘅社會，我哋唔可能擺脫罪惡。儘管係咁，除咗努力地去生活，過好每一天之外，我哋要以積極嘅悲觀 （active pessimism） 嚟到代替悲劇嘅樂觀 （tragic optimism）。應該就話，我哋寧可係喺悲觀之中積極，都唔好盲目地樂觀，而到明白悲劇嘅時候，先至覺得太遲。發現，所以如果我哋有呢一種積極嘅悲觀，一種好清醒了解現實，而喺一種清醒嘅認知裏邊，仍然保持積極，因為有上帝嘅救贖，咁我哋就能夠有一種幽默感，有一種在世而不屬世，有一種能夠冷眼旁觀，能夠不為世俗俘虜嘅生活態度。呢個係亦都俾我哋啊喺各種嘅悲觀當中呢一種嘅忠告。第二個呢係關乎目的啊，我哋活在城市裏邊，活在各種無奈、各種張力當中，我哋個 purpose 個目的係乜嘢呢？亦都就話個 purpose 就係代表基督，我哋係耶穌基督喺地上面嘅代表，我哋要努力去彰顯基督嘅生命，去見證基督。佢呢個就係我哋一切嘅建設、一切嘅努力嘅目的。第二都警告我哋，佢話正如耶穌基督來到世界，不受世界歡迎，被世界排斥。我哋當要努力去活出基督，去代表基督，去見證基督嘅時候，我哋都要有心理準備。我哋可能會俾呢個世界、俾呢個社會、俾呢個城市去排斥。你都話唔緊要，當呢個城市排斥你到一個地步，你冇辦法再喺呢個城市裏邊去見證耶穌，去活出基督嘅生命嘅時候，你就離開佢。正如耶穌俾門徒嘅吩咐，如果呢個城市唔接納你，你就去第二個城市。但係如果呢個城市仍然容許你存在，係去活出基督嘅生命，你就留喺度見證基督。被排斥又如何？被驅逐又如何？耶穌都係咁嘅生活。呢個就係 The True Horizon 第五章二都所講嘅，活喺現代城市罪惡與死亡掌權嘅現代城市文明底下，基督徒可以有嘅態度同埋目的。亦都提醒我哋，佢哋睇整本聖經，離開巴比倫 （Come out of Babylon） 係一個貫徹舊約新約嘅主題。佢當然幾時離開巴比倫，幾時傾覆，係一個屬靈辨識嘅問題，一個 discernment 嘅問題。喺佢未傾覆之前，可能我哋仍然受命，要留在城中。所以我哋要保持警醒，要不斷去分辨，我哋係咪活喺巴比倫裏？巴比倫係咪就快傾覆？上帝係咪呼喚我哋離開？咁喺一個咁樣等待傾覆，準備走佬，隨時被排斥到一個地步就要離開。喺一個咁樣嘅旅程裏邊，我哋點可能有盼望呢？我哋每一天努力嘅，豈非都係徒然？亦都話唔係，盼望嚟自乜嘢呢？
盼望嚟自新耶路撒冷。喺第6章，亦都用好多嘅符號、象徵意義去解讀新耶路撒冷呢個上帝與人同在嘅聖城。但喺呢個解讀之前，喺第5章嘅後，佢特別指出咗一個好重要嘅事情。喺無論喺聖經成書嘅年代，或者喺後來嘅世代，呢人類社會裏邊對於天堂、對於極樂世界、對於終末新天新地、對於paradise 樂園嗰個想象，大部分都係離唔開係回到原初呢一個天地未俾人類文明破壞之前，回到伊甸園嘅年代，滿眼都係翠綠嘅田野、樹木、河流、山崗，和平嘅景象，豺狼與羔羊同臥喺草地上面，人唔再有戰爭，人之間只有和平有愛，然後活喺一個完全和諧嘅自然環境裏邊，達到天人合一嘅境地。呢一個呢，就係樂園，即係亦都考究咗好多文明社會對於死後嘅世界，對於天堂，對於樂園嗰個想象，都離唔開係回歸自然，離唔開天人合一，離唔開沙漠中嘅綠洲。佢冇想過新約聖經最後一章所顯示嘅天堂，人類終極嘅歸宿，人類到最終嘅所在，竟然係一個城市，一個四四方方嘅城市。呢個城市唔係人手所造，係上帝親自建設嘅，係由天上降落嚟。佢唔係人類歷史發展嘅高峰，佢係人類歷史斷裂終結之後，上帝由天上面降落嚟。佢唔係我哋人類建設出嚟，係上帝建設出嚟。點解上帝選擇嘅人類歸宿？點解上帝建設嘅樂園、天堂係一個城市？點解上帝唔恢復伊甸園一個大花園，讓人類回歸墮落之前嗰個境況呢？點解上帝要用城市新耶路撒冷嚟到代替伊甸園呢？你都認為，因為上帝尊重人類嘅選擇。God respect our preference。因為人類歷史整個歷史文明嘅發展就係去建造城市，所以我哋建造出嚟嘅城市好污糟、好冷酷、好多個邪惡。但係上帝尊重我哋嘅選擇，所以上帝親手打造咗一個城市，作為我哋嘅家園，並且上帝住在其中，用自己嘅光照亮呢個城市，讓我哋可以進入呢個城市，同佢一齊生活。呢個就係盼望所在，並且喺呢個新式耶路撒冷地上嘅萬族
地上嘅君王、地上嘅人民，會帶住佢哋嘅榮耀、尊貴，佢哋一切嘅寶貴嘅事物，進入呢一個新耶路撒冷。咁即係意味住，我哋手所建設嘅，我哋生命所遺留下嚟嘅，如果喺上帝眼中看為寶貴，或者好似使徒保羅所講，係用金銀珠寶做嘅，而唔係草木禾秸做嘅，就有可能帶入去呢個上帝所建設嘅聖城裏邊，係被轉化、被升華、被成聖、被提升為上帝建造聖城嘅一個裏邊嘅可能某個家居嘅裝修。上帝尊重人類嘅喜好選擇，並且容許人類進入佢嘅終極歸宿，容許人類帶住自己嘅生命記憶、生命成果、榮耀嘅部分進入新嘅城市。呢個係令到我哋對地上嘅生活建設，無論最終係成功係失敗，無論我哋嘅事業嘅打拼，我哋家庭生活嘅建立，我哋喺呢個城市裏面嘅參與，我哋嘅公共貢獻影響，是否能夠流傳，是否能夠持久？喺呢一切嘅建設當中，如果上帝眼中看為好嘅、美善嘅部分，能夠反映上帝榮光嘅部分，係能夠有得到保留。將來我哋能夠帶住佢，我哋以復活嘅身軀帶住佢進入新耶路撒冷，呢個由天而降嘅城市。呢個城市有好多四同12嘅象徵。呢個城市係四方，有4埲城牆，長闊高係一樣，係一個四方形，一個四方立體，有好多十二個門，12個根基。12係咩意思呢？4乘3，3係上帝代表，三位一體嘅上帝。4係上帝所創造呢個受造嘅世界，四方。12個使徒嘅名字做12個根基，代表呢個新聖城耶路撒冷係建基喺耶穌基督嘅福音嘅基礎之上。12個門係以色列12支派嘅名字，係代表我哋進入聖城就係要成為以色列，成為上帝嘅選民。12種寶石係回應緊出埃及記裏面所記載大祭司嘅胸牌上面嗰12種寶石。嗰12個寶石所講述嘅就係人類墮落、悔改、上帝嘅救恩嘅故事。生命樹、活水江河係伊甸園嘅重現。雖然花園變咗城市，但係生命樹仍然喺嗰度，活水江河仍然喺嗰度。冇咗分辨智慧嘅樹，因為唔需要啦。呢個新耶路撒冷，呢個天上降下嚟嘅星星，佢裏面嘅想象，佢裏面嘅輝煌，如果我哋明白，會俾我哋喺一個悲觀嘅現世生活裏邊，雖然係積極嘅悲觀，喺一個積極悲觀嘅現世生活裏邊，帶嚟無盡嘅盼望。我睇二路一本《The Meaning of the City》，每一章睇完之後都要停頓落嚟，去消化，去思考，比對翻自己嘅人生經歷，
比對翻自己對現代城市文明嘅觀察，我不得不承認，二 Lu 嘅批判有佢真確獨到嘅一面，或者我哋唔需要完全認同，或者我哋可以認為佢太過悲觀啊。城市建設都有佢好多美好嘅一面，二 Lu 都同意嘅。佢不過，我哋從屬靈含義嘅角度去睇，我哋要睇到聖經嘅忠告，我哋要睇到危險嘅所在，我哋要保持清醒，我哋要知道嗰個真正美好嘅城市，唔係我哋嘅手打造出嚟，但係唔代表我哋嘅手打造嘅嘢冇意義冇效果，只不過嗰個效果、嗰個意義唔一定喺現世今生彰顯，但係我哋仍然要努力去過現世今生嘅生活，以一個積極悲觀嘅態度，為咗活出基督、見證基督嚟到過現實嘅生活。我哋活在城市裏邊，但我哋隨時有心理準備，被呢個城市排斥，離開呢個城市。我哋以隨時準備離開嘅態度嚟過留喺城市裏邊嘅生活。願上帝祝福大家。